歌戏的国宝艺术诞生12月31过身，享受92岁。诞生在世时做小生出名，注重鼓乐戏，退休了后嘛拍拼传承。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伫咧诞生在世时，有透过口传讲戏剧本采集，要替诞生艺术拍一支纪录片，按算今年会当完成。你本是如来佛祖所显的金贤祖，如今事情已经完完。这是国宝级歌戏艺术诞生，伫咧古彩戏三宗出世内底为观世音菩萨配音的原因。这出戏是诞生的拿手戏大家出之一，诞生甲一生拢奉献予歌戏，认为学戏做戏拢着认真。伫咧2024年最后一日12月31日诞生逝世，才到92岁。学习就是咱的根本，所以吼，有当时啊，我学戏嘛，感觉我家己会使讲，我嘛不止啊认真。诞生1933年伫新北市新庄出世，自细汉就伫永和戏班永乐园大汉，后来奉栽培做小生。诞生真注重鼓乐戏，少年时捌甲台湾第一科段廖庆基做伙组歌剧团，两个人有70几年的交情。伫咧知影诞生过身的消息了后，嘛会感觉真悲伤。特别若等到老艺人无伫啦，老师就甲我讲，伊哪会使比我较早走？啊，对我来讲，上无有学一出老师的拿手戏安尼。阮今年已经其实纪录片嘛拍要一年啊，阮基金会嘛在争取讲能不能够甲老师以口述剧本跟迄个3种出世这物件，也包括读剧。整个整理出版。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表示，在诞生老师在生的时，自2022年开始，应用3年的时间，甲诞生8台经典的戏出，透过这方式记录落来。嘛，规划伫今年完成纪录片，互社会大众拢通认捌诞生这位台湾国宝级的艺术。另外，文化部卖办证用证纪念伊的贡献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